大家好，咁我係 Ivan 林學文，咁而家喺香港傷健協會度工作嘅，咁我負責嘅部門叫傷健學院。我哋主力係推廣一個理念叫傷健共融，因為我哋香港傷健協會咧喺香港成立咗超過53年㗎啦。咁我哋過去咧都好推動咧，無論係傷殘人士同埋健全人士，大家有個平等嘅機會一齊參與香港啦，同埋一齊去貢獻香港。咁我哋好希望咧將呢個理念咧帶到香港唔同嘅持份者，包括學生啦，包括係香港嘅政府部門嘅機構啦，唔同嘅商業機構啦。咁希望大家都明白呢一個理念嘅。而家香港咧，我哋有10類嘅傷殘人士嘅，係啦，咁比我哋附近嘅地區啦，包括我哋祖國啦、澳門啦，我哋都要多少少嘅咁樣。依10類嘅傷殘人士咧，其實佢哋都會面臨唔同嘅挑戰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協會咧都希望推動唔同嘅服務咧，去俾到我哋嘅相關嘅一班嘅朋友咧，接觸到，包括係我哋一啲嘅我哋嘅社區服務啦，包括我哋嘅住院嘅服務啦，包括一啲嘅教育嘅服務啦，甚至係一啲嘅我哋康樂嘅服務，仲有長者服務同埋青少年服務。我覺得咧，針對一班嘅殘疾嘅朋友啦，咁我哋往往都會有一啲嘅既有嘅觀念啦，或者一啲甚至啲歧視對於佢哋嘅，甚至對於佢個能力咧都有一定嘅懷疑嘅。咁點樣拎走呢啲嘅既有嘅標籤，甚至懷疑嘅咧？咁我估好貼合今次我哋呢一次嘅比賽，因為同學咧將會設計一啲嘅產品啦，或者科技啦，或者甚至一啲嘅好有創意嘅一啲嘅 idea 啦，係啦咁樣。咁我深信咧呢一啲嘅 idea，無論係產品又好，一啲輔助工具都好啦，其實可以好幫到我哋一班嘅殘疾嘅朋友。我舉個例啊，咁我有個同事咧，其實係一位截肢者嚟嘅，係啦，佢喺交通意外咧冇咗左邊嘅前臂，過去咧其實佢個無論工作啦，或者佢個生活咧都係較單一嘅。咁大家譬如話工作方面啦，好多時會覺得一位截肢者只能夠做一啲嘅文職嘅工作，但係其實咧只要有一啲嘅設備，甚至可能同學會諗到好多好新奇嘅設備啦，其實佢可能有好多無限嘅可能性嘅。咁而家呢位朋友咧，正正就有啲嘅設備啦，佢可以彈小提琴啦，佢可以做話劇啦，甚至可以做三項鐵人添，係啦，咁正正就係一啲設備就賦予咗佢一個好豐富嘅人生咯。咁樣所以我好深信同學嘅 idea 咧，係可以令到我哋一班有殘疾嘅朋友咧，去有更加高嘅人生嘅參與啦，更加高嘅人生嘅價值啦，甚至我哋成個社會咧都會有進步嘅。我覺得共融嘅基本元素咧，就係唔好將大家嘅一啲嘅不同之處去放大，特別係大家嘅一啲嘅缺點，係啦。我舉個例子啊，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？我哋身邊嘅好多嘅超級英雄，其實佢哋本身咧都係有一定嘅特性嘅。譬如話我哋好出名嘅鋼鐵俠咁樣啦，其實佢係一個傷殘人士嚟㗎，其實好弱㗎，佢中咗彈。佢如果冇咗嗰個盔甲嘅時候咧，銀殼隨時會走入佢個心臟。其實係一個好弱嘅朋友。咁如果係咁嘅角度去睇，佢咪一個傷殘人士咯？但係我哋只要轉一個角度，我哋將佢嘅特性由弱走去強嘅時候，佢就係鋼鐵俠啦，佢就可以拯救宇宙、拯救地球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共融就係我哋要將我哋嘅特性放翻喺一啲嘅強項，同埋我哋咧希望我哋深信每個人都有能力貢獻呢個社會。同學們，你哋係我哋社會未來個棟樑，同埋我成日都覺得年青人係充滿住創意嘅，咁所以咧唔使驚，放膽去將你個創意變成真，咁就可以㗎啦。Idea Pop 創意想法 keep 住 pop。